丁丁，昨日我新闻浪向看见，克罗地亚的3位女总统一搭首转珠江来打金，你也去看看唻？蛮喊我去加难买呢，车队来着，侪是本事。外国人看见过，外国总统带分看见过，大家侪想拍一拍。我对位随之一随，理解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，二位担任过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长。杨出来带以来第一趟看见外国的总统。有种事体就吃瓜吃蛋自家端上，外部把主办方认出来着，也安排赖太太去献花。这个克罗地亚的女总统要来做一个手镯。那好。您能够看到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获得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给我们的一些荣誉。这个2025年新获得的伦敦的，还有法国的，比如说这里美国的。那这个了不起。乐乐，向各位总统交上历史。是的，珠江嘛也500年快这个。对。确切的讲是成立至486周年。梵力皇帝的金器银器侪是珠江做的。500年过后，珠江还是国内最好。这个算是我去年辣浪珠江做的3品品款式，蛮漂亮的。我想开始年呢，我再来做一张。我爸，你非得看见这总统为现场之花，感觉哪哈？感觉比较蛮开心，也是一生当中3有的一次。